头先咱来看天气的消息了。今仔日形成一个新的轻度风台，叫做凤凰。气象署讲，后礼拜二、拜三，这风台会往来台湾西南边的海面，时到东半部、北部甚至是南部拢会落雨。另外来顶一个风台海鸥，甲菲律宾是扫甲陆长场，已经造成85个人死亡，75人失踪。 伫关岛附近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9，已经伫咧初六的透早2点发展成做轻度风台凤凰。气象署讲，照目前行的路线，后礼拜会影响台湾的天气。那随着它到了西南边的海面影响，它的外围环流会跟到时候的东北季风一起影响，到时候会造成我们东半部、北部甚至南部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一些。它在 下周2、下周3在接近我们台湾西南边近海的时候，可能都还是一个中度或到轻度台风的情况所以它带来的水汽也是蛮多的。气象署讲，凤凰风台可能会继续向西北西的方向行，拜六可能就会到菲律宾的东方海边，所落来伫后日8日经过菲律宾的北部陆地，若是较早向北平西，会挖过台湾的东平；若是较晚西翻，会挖台湾的西南平；若较偏西平，会挖广东的沿海。它在北转的过程当中，强度看起来是会慢慢的在减弱，但是对于这种环流范围比较大的台风，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因那海鸥风台扫过菲律宾的东部，伫咧当地造成真严重的伤害。有民众看到门口的水愈淹愈悬，赶紧把铁窗拆掉，人走去伫厝顶里。民众坐伫咧厝顶看，大水袂说敢若是窜流溪，规间厝拢予水淹去。 事务性宣布正在灾难状态，并且启动救援甲安置措施。根据菲律宾灾难风险缩减及管理委员会拜三的报告，海鸥风台已经造成85个人死亡，49位罹难者是来自灾情上严重的事务性，也有75个人失踪。 Kaya first time ito nangyari dito sa almost 16 years akong nakatira dito. Ngayon lang ito nangyari. 大水消退了，看到规涂骹拢是落雨梅，也有烧龙贴做火车，民众赶紧清理家园。海鸥风台是今年侵袭菲律宾的第20个风台，所来可能会行向越南登陆，越南也已经加强戒备。记者综合报道。